文齿钝笑呢，犹如草木啊，根训小者啊，肉呢这个鳖大蚁啊，悉皆自倒，就好像呢鳖大蚁啊，这个一淹，整个呢都倒了，没有办法，这个得到啊那个利益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小根呢跟大根啊，就是要我们自己呀，努力的来运举酝酿。小根呢就不能增长，小根之人啊，就是这个样子，好像呢这个下了很大的雨啊，那个小根呢，骨也可以给弄铺起来。那么言有般若之事啊，与大自然更无差别。27、28，我们呢所有这个众生呢，本来啊，这个言就是本来呢都有般若的妙智慧啦。这个般若妙智慧啊，或者都一再讲，只要我们把凡尘所学的都放下来，般若妙智慧才会产生啦。只要我们不肯放下在后天我们生在凡尘所学这些放不下来，般若就出不来。所以一定呢要把凡尘这些都放下了，从自性里面产生，那个才叫般若。我们从后天学来的是聪明的，聪明会害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讲吗？聪明的人不肯吃亏嘛。不肯吃亏就想占便宜，想占便宜的话，就会把浩然正气都用掉。所以那个时候就讲说呢，我们旁边那个果园我们半夜敢不敢来？会怕，所以那个就是比较缺乏那个浩然正气。那我们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不要用那个聪明不要占人家便宜。因果是一定的道理，占人家便宜都没有占到好处的，失掉自己的浩然正气，所以我们呢就是不要用，要用呢佛性具备的那个般若妙智慧。那么以大自然更无差别，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跟那个大自然是一样的，般若都一样只是我们肯用不肯用，肯启发不肯启发而已。因和文华呢不知开悟，为什么我们听到呢这个上圣佛法，难道不自己能够领悟？所以自己领悟很重要。这个修持的道路都是要靠自己，别人都帮不得都是要我们自己努力。眼邪见障重，为什么呢没有办法开悟？那个因缘呢就是我们邪见太重，就是见解不正确我们就是了解说都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这个见解不正确，因为见解不正确障碍就很重很大很多被这一些障碍障住了，就没有办法开悟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前贤都会讲经书一拿来看目睭都笑都被爱苦，都睁不开眼睛了。把经书一推开以后，精神都来了。很多都这样很明显，那个就是我们的业障那个债主都不让你看，你看了一回去了我就讨不到债了啦，所以不让你看，你一看了你爱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要自己把这一些障碍呢这个去掉。烦恼根深烦恼的根很深，就是我们住相很厉害烦恼的根就很深。各位浅浅，烦恼有没有根很深有从哪里来烦恼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住相才会产生烦恼。我们不住相呢，烦恼就会消失啊。所以先学不要住相。那不要住相呢，就从真理着手，说所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真，都是假的。那既然都是假的，我就不要住了。不要住就没有烦恼了。再能够产生烦恼，那个烦恼即是菩提了。所以这个六祖讲说呢，烦恼即是菩提呀。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六祖是站在那个能生的那个角度来讲，能生出烦恼，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生烦恼出来。那我们在烦恼，就是已经进入相，进入那个已经呢我们面对的形象，然后住在相，然后才真的是烦恼。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回光返照，返照到我们生烦恼的源头，那个就是菩提啦。所以烦恼即是菩提。因为一回过来一照到源头，对相它都是一直在变化，就不要管它，烦恼就没了。犹如呢大云覆盖一日啊，好像呢那个大云把太阳整个呢都盖住了。那我们要了解那个太阳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就好像太阳一照所有黑暗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要运用把它启发。那么不得风吹入光不现要有那个风吹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浮云要有风吹啦就是要有那个三知识来引导。三知识引导了以后那个浮云都被风吹掉了太阳又呈现了。般若之智亦无大小，般若的妙智慧没有大小，为一切众生呢自心迷悟不同。我们众生呢自己的那个心迷跟悟不一样迷得很厉害的他的般若妙智慧就没有那个领悟的也有深也有浅领悟的深的话，般若呢就可以应用的很自如那假如说呢只有领悟一点点的话那般若就也只有一点点，慢慢培养它就会越深入了。迷心外见修行密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我们呢这个迷心已经迷了，然后呢都这个把心神外放，外见都心神外放。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心神外放就当众生我们把我们心都收回来，回光返照，就可以为圣贤所以我们呢都是要把我们的心收回来。那修行密佛，我们修道呢要找这个佛没有领悟自己的自性就是佛所以我们要找佛，各位贤贤要领悟自性。我们自性就是天真佛，就已经是佛了，自性就是佛那假如说没有领悟自性就是佛，那个是小根根系太小，还没培养要培养根大根一点。若开悟顿教不止外修，只要说能够开悟那个顿教就马上从凡夫地到佛地了，很快一下子就到了不执着外修不执着外面形象的修持了内心就已经到达了。但以自心常起正见在我们的自心里面都起这个正见那个正确的见解就是佛知佛见佛知佛见就是正见。那么烦恼尘劳常不能染。我们有这个正见有般若妙智慧烦恼尘劳都不能够染不会染